剧先生们。这个题目，观众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应该说，越剧和太太、小姐们关系甚密，怎么会突然冒出个先生呢？其中自有道理。80年来，上海越剧的改革和发展，女演员当然是一支强大的主力军。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和遗忘为越剧事业幕后策划的一大群先生们，他们是编剧、导演、作曲家和舞台美术家等等。早在30年代后期，绍兴文戏的三花一娟一贵时代，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为绍兴文戏编演新戏。40年代起，越剧在上海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昭、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等都先后组团编演新戏。这些新越剧剧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设立了剧务部，建立了正规的编导制，并邀请了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排演了一系列优秀剧目，如《古庙冤魂》、《王昭君》、《晴天恨》、《断肠人》、《木兰从军》、《梁祝哀史》、《香妃》等。正是由于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介入，越剧的思想和艺术品味都有了新的提高。老编剧徐进也是1943年最早参加越剧改革的元老之一。他担任过越剧《乡间类》和《浪荡子》的编剧，也是电影《红楼梦》和《梁祝》的改编者。同时，他又是电影《舞台姐妹》的编剧。这个是从越剧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进入越剧改革以后呢，这个越剧就形成了编导、音、美、演的综合艺术那么编剧呢，在这综合艺术当中呢，应该说是个基础。一个剧本的好坏对于那个越剧的前途以及演员的表演艺术的发展他的这个表演艺术各方面都关系都很大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这个戚亚先他说他之所以成名了，就是由于演了我当年写的一个《香切类》。实际上这个戏呢也很平常，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剧本呢能够发挥他的特长能够发挥他的才能所以他演了《香切类》以后呢就一举成名。这个以后呢就形成了越剧知名的悲旦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给殷桂芳写了个《浪荡子》，当年这个写《浪荡子》的时候呢，有人也曾经劝告我说你这个戏可能要毁了殷桂芳因为什么呢？我让殷桂芳披了破麻袋以叫花子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所以他说你也毁了殷桂芳。结果呢恰恰相反，这个戏呢获得很大的成功我给他写了大概100多句的唱就是弹终点到现在有的电台还在播放。这个呢大大的发挥了殷桂芳的硬派唱腔就是风靡了观众所以这个一个剧本的好坏，编剧在越剧当中的地位跟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如果没有南魏的强林嫂这样的剧目，越剧就不可能有这样高的品位。寒冬腊雨
豫剧的表演，讲究内心刻画吸收话剧电影的这种又要有外部动作的那样的一种写实跟现象结合的这种表演形式，跟南魏的像我们学习的同时，他又是把话剧、戏曲随合一起，那是分不开的。南魏呢，吸取了这个经验以后呢，他后来就写了像香妃啊，这香妃在43年演出，应该说尤其改以后的一年，就42年改革到43年演出香妃。这香妃的演出，南魏编，南魏导。同时，我们开始这一年是完全以话剧来改造豫剧的。可是从香妃开始呢，由于南魏他爱好中国戏曲，他希望这个戏处理，因为有清朝的乾隆有魏族的香妃有这个汉族的那个纪晓岚那样的一些人物，所以呢，他整个戏他希望是戏曲化的，所以他在编到导，整个来说，这个戏是打下了豫剧改革的一个基础的。苏时丰是最早投身粤剧的舞美工作者。我开始从事这个粤剧舞台美术在1947年，那时候我47年以前我一直是搞话剧的，后来有个机会，那个南维认识南维刚好在东山粤剧社，就黄瑞坚、胡全香他们在那里当导演。那么我的朋友金商就是已经过世了，金商同志介绍我跟南维认识，他说南维你们那里需要舞美工作，那我介绍你一位同志到你们那里工作。那么后来南维就把我带到东山那里，跟他们几个主要演员一说，主要演员非常欢迎我们，感觉到好像来了一个大学生，因为一直称我为先生长，先生短，那么这个对我们的确是很热情的。我们当时就跟导演、编剧音乐成立一个剧务部，所以这个权力很大，所以他们都全部按照我们的意图去搞他们的演出规划，所以我们完全有创作自由。我们这个跟导演、编剧几个人凑在一起，大家商量这个戏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决定拍板了。那么当时我们搞话剧因为搞惯了，那么这个搞戏曲到底怎么搞，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话剧那一套东西照搬过来。因为粤剧以前都是没有布景的，都跟京剧一样，演出形式都是一周而已，或者是没有布景。那么我们一来嘛，就话剧就能拿话剧的式样搬到这个粤剧舞台上。尽管如此，还是让当年的粤剧迷大大的开了眼界，同时也使整个戏曲界在舞美表现上迈进了一步。以后，在近半个世纪的舞台实践中，苏时丰与粤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开始研究中国园林艺术，并自觉地把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美感体现于粤剧舞台。
我和越剧一样，我今年已经80岁了。在一个人讲80岁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戏剧当中呢，它是很短暂的一个阶段。我本来对越剧一窍不通，就是有很多同志鼓励了我，尤其像田汉同志。田汉同志呢是48年，他也参加越剧编剧《珊瑚营》，但是呢，我因为对田汉是一向是很崇拜的，那么我就他老前辈他已经在参加越剧，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参加越剧呢？没想到从此竟一发而不可收。《梁祝》《西厢记》《祥林嫂》等都留下过他的心血。如果说话剧给予越剧的是新思想、新观念，而昆剧给予越剧的是许多程式化的传统戏曲语汇。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昆剧传字辈的郑传健。40年代中期，他被邀请到上海各大越剧团担任祭导，成为越剧界最具权威的身段老师。是他最先把昆曲中的传统表演手段带到了越剧之中。除此之外，在中国越剧80年的历史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先生们关注帮助过越剧。韩毅、庄志、石景山、洪峰、顾振霞等都曾为越剧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功。其中的黄沙、陈鹏、傅俊更是直接闯进了越剧之家，成为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张云霞和戚雅仙的如意郎君。越剧早期改革的先生们，他们的功绩载入越剧史册，而战斗在越剧再改革前列的先生们，今天正面临着新的时代、新的观众和新的任务。人们常常谈起歌星演唱会上的狂热景象，把那些歌迷称为追星族。其实，越剧观众中也有大批的追星族，他们对越剧的钟情，对越剧艺术家、著名演员的喜爱和倾慕，有时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句起腔，一句甩腔，都会引来热烈的掌声。妈妈听到，快乐皇帝反悔好。戏曲总是为观众而存在的，越剧拥有大量热情的观众，说明它有广泛雄厚的群众基础，有旺盛的生命力。记得周总理1946年第一次看越剧时，就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起要尊重帮助越剧演员，说他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因为我们越剧改革的当中，有好多人讲啊，你袁先生为什么要为家庭妇女演出呢？我说，家庭妇女也有文化的。那么，家庭妇女通过看我们的演出，也可以提高她的人生吗？于是，我们的戏是反封建啊，这些题材，反封建啊、反敌啊，这种为主的。所以那样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剧本、唱腔，这些都是要通俗易懂的。
许多越剧爱好者从迷越剧、迷演员，到成为演员的知心朋友。这位步履匆匆的中年人叫曹小妹，此刻她正往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家赶去。老师啊，上了赶车里头啊。哦，小妹，我来了。曹小妹原先是纺织厂的劳模，退休后成了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家的座上客。一有空，她就来范家忙这忙那，就连范瑞娟拍摄的舞台艺术片《余音袅袅绕梁来》，也是她和另一位爱好者叶黎俊一起策划筹款的。我对叶黎俊两个人呢，是好像非常是崇拜魏老师的了。魏老师辣拍电视方面啦，只要阿拉两家头能够东奔西走，能够轮到赞助的，阿拉是非常高兴为魏老师出来了，是吧？我下来舞台退休了，但是我觉得思想不好退休，所以我呢越剧呢就音乐啊、搞唱腔啊，一直到要空下来时间，我还是围绕了这个越剧艺术方面啊，对个各地的学生方面啊，他们两位呢很关注。反正一直到要来了艺术方面是吧？那么我就想了吧，有几个戏，在40年代啊，演的是大戏。那么现在呢，我真想把只要艺术水平质量还可以呢，我想再把它发出来。但是呢，事业呢要靠下一代，要靠青年了。那我呢想把这些情况呢，我想跟他们谈去。到搿个一次呢，想呢，魏老师呢也有交关个朋友。对伊讲侬重年了，60周年了，应该搿个一次呢，伊讲好像为侬好像再办60周年。阿拉魏老师呢，伊随便呢勿肯啦，伊讲为我办，我是勿办个。伊讲是这个越剧事业了，是要靠下一代个。伊呢带了商量，刚刚魏老师也讲过了，伊说好像搿个越剧呢兴旺，要是靠魏老师靠下一代个了，葛末就好像拨青年人来拍摄。为你想，勇冠三军为民争，此场风雨。越剧界流派纷呈，人才辈出。可以说，越剧有多少个流派，就有多少群戏迷。他们热烈专一地迷恋着自己的偶像，几十年如一日。在越剧界凤毛麟角的男小生中，赵志刚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的戏迷，而且遍及江浙沪。金谷山里桃花浓，追过老里杏花村，七宝两人来穿过，千里上元面人生。因为目前越剧的发展呢，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不开观众。在目前的这个越剧观众群中呢，有很多的戏迷组织。那么像我的这个戏迷中间呢，就有南京的赵志刚越剧之友会，上海的赵迷沙龙，上海的赵志刚越剧之友会，还有像那个江苏吴江的赵迷沙龙也即将成立，还有温州的赵志刚研究会等等，也有5、6个这种戏迷组织。应该说，这些戏迷组织实际上对我在艺术上的发展也是起到了一个很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这样的戏迷组织呢，我认为就是对本身观众的他的这种对艺术的鉴赏啊，包括他自身对这个剧种的了解啊，
都有相当大的好处。我们喜欢一些赵米沙龙的一些成员呢，不仅是喜欢赵志刚唱腔，他们对整个粤剧的艺术也非常的热爱，因为艺术它是有联系的。如果喜欢赵志刚的话，不喜欢其他演员的话，那对赵志刚也没有什么推动的作用。所以我们呢就要喜欢其他的艺术，然后把这个艺术的好的一些信息呢，就是反映给赵志刚，让他在艺术上有个全面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沙龙的一些会员呢，应该说呢，从成立到今天呢，他的层次也不断在提高。首先体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都是在大专院校的一些成员。从照明协会里，我们似乎感觉到，喜好粤剧已不再是妇女或是家庭主妇的专利。在众多粤剧迷中，男性和年轻人及知识分子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在众多乐迷组织中，粤剧联谊会是其中规模最大、成立最早的一个。因为有首长小组嘛，所以对各类化这个资料的首长。就印花资料方面，现在就搞了本印花资料汇总，那自家出了本书。因为观众自家就用叙述，那叙述中头样子，大家出点资金，大家以预付付款方式来印花这本书呢，英国方到印花20世这本书呢也出来。所以这观众虽然力量比较微小，但是观众大家力量聚了一道，我相信是力量比较多。作为粤剧的发祥地上海，粤剧早已是家喻户晓，有些学校甚至幼儿园就有小朋友学唱粤剧。普陀区甚至还有一所粤剧特色学校，这里有专门的粤剧班，甚至还在暑期里举办粤剧夏令营。我们华阳中学是1992年成立的粤剧兴趣小组。那么当时呢，怎么会想到搞粤剧艺术教育呢？我们就感到这个艺术教育对小孩子的成长呢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的专家也讲过，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且它是我们教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兴趣小组。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全面的提高学生的素质。那么通过5年的活动，我们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去年我们在上海市举办的第2届学生艺术节上，我们就得到了2个1等奖。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个节目粤剧小戏《木兰新歌》得到了创作1等奖和演出1等奖，为我们长宁区教育局的这个艺术教育呢，也做出了一个贡献。粤剧爱好者不但遍及上海、江浙，而且遍及全国，包括港澳、台湾以及国外。粤剧曾10几次到香港、台湾演出，每次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有一个就是老观众呢，他跟我同岁，是什么时候看我的戏的呢？那就是在39年，他看我戏，那我还是孩子了，是吧？那么他这一次我们在台湾碰见了，他叫我傅姐了。他说傅姐呢，无论如何要演出。他说我们都不会想要你20几岁的做影的，但是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哪怕站一站也，我们就是心满意足了。非常诚恳，所以那一天呢，我能跟那个施季华同台演出的。香港知名人士孔爱菊担任会长的香港粤剧联谊会，为架设沪港两地的桥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粤剧艺术家情系观众，他们经常走进工厂、码头、农村，到观众中去送戏上门。正是由于粤剧拥有多种职业、各种文化层次、不同年龄的观众群，它才有深厚的土壤，才会根深叶茂，开放出绚丽的花朵，放射出夺目的光。